咱众朋友大家平安，老师恭喜恭恭喜！喜，完全恭喜平安。嘿对，昨我无看到老师，昨是迄个什么初一哦，敢是叫做初一？初一啦，哦，正初一，月初一啦。正月初一，顶礼拜学无好吼，因为昨是正月七的，听讲迄嫁厝的查囝袂使见迄个后头的人哦，所以昨我拢无出现。今仔日开当来看老师，敢是？听讲吼，迄个初二开当看老师会回娘家吼，啊无娘家有啥物代志发生，拢是我的毋对，安尼。这是我一个朋友甲我讲的吼。大家今年有食迄个团圆饭吗？哦，梅秋来啊吼，大家当看到是师母来啊，师母平安，咱会看我的后壁吼，是阮的教会会友吼，就是梅秋吼、明辉师母吼，传道吼，甲大家拜年。老师的后壁是啥？老师后壁是啥？是老师的后生对无？后生新妇吼，好，今仔日真欢喜哦，因为今仔日要来讲无紧无啥物，无紧无气，食饱日。对哦，迄无紧无气会当食百二，食百二是阮囝的名吼。但是今仔日毋是要介绍伊哦，咱今仔要来讲为虾米咱爱啥物做者进去对无？咱来问观众朋友。近期足济，尤其过年愈济啦吼。是，有人有啥物禁忌无？甲阮分享一下安尼。听讲足济吼，袂使摕家刀，敢有即种诶？啊，个袂使扫地哦。讲对啊，近迄期的代志讲袂了，因为伤济啊吼。伤济，咱要来看啥物拢袂当无紧无气食饱日吼。咱来看台湾的过年，尤其是过年的时阵吼，迄个禁忌的代志特别啊济。其实吼，咱来看有足济共款的所在，咱来比较圣经所写的过年，甲咱即阵的过年有真济共款的所在吼。出来日记的12章第2节，7月就做恁的正月，做年的头一个月。就是讲，因为因本地的正月并毋是伫即个月，是出来日以后，迄个有换过节，迄阵才开始算第一个月。拄啊，因说了宗教啦，宗教的迄个第一个月，甲台湾的二九暝拢差不多时间，拢是春天啦吼。所以伫台湾较我想远的所在，就是二九暝。咱对二九暝就开始过年啊，伊对正月也开始过年共款咯。来第7节出来记12章第7节咯，因着煮淡薄仔货，我伫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徛甲门外。甲咱共款啊，咱爱搭春联伫迄个门外甲门徛。搭伫遐，因为安尼吼，是啥原因？有真侪人的讲法，毋过伫以色列来讲，就是讲，你若无用红做记号，天使要拍死所有的头上仔囝。你若无用安尼，因兜的头上仔囝就拢爱死。所以大家拢爱用，就是讲以色列出来集的时阵，就拢爱用，埃及就袂晓用，结果因埃及全部的头上仔囝就拢死去啊！毋惊是头上仔囝哦，就是头水的鸡啊啦、鸭啦、羊啊啦、牛啦，拢相款，拢总爱死。因为伊毋知影爱抹即个，对无？敢若迄个以色列人知影。这是咱的习惯，个是，就是讲咱已经留落来习惯，甲以前的例，迄个例咱来比较两个国家的过年，有啥物共款，有啥物无共。无共的所在，因有家己的意思伫咧吼。咱来看第2章吼，第2章，就是全家吼做伙食饭对无？恁着用即日做纪念，守伊做耶和华的节。
恁着大家守即个节做永远的礼。是，有价的米，恁拢毋通食。伫恁一切徛迄个所在，着食无价饼。第14吼，即日做永远的纪念。所以因为迄阵吼有那叫做春节，因为有那叫做就是讲种树仔节啦。因为迄日开始就要春天啊，咱也是共款，咱过即个春节以后，就农历过年以后，就是春天到啊，春天到就开始会当种植啦，种树啊拢会吼。啊来伊拢无食有价的物件，拢袂使食。就拢爱清好清气的，对吧？啊，咱共款，咱过年时是毋是有那个扫除所有的旧的物件，无清气的拢甲扫好清气，然后食叫做甜粿啦，年糕咱叫台湾话叫做甜粿，啊，甜粿是毋免是无价饼的一款。有道理吼。因为迄毋免有价，就是讲毋免有发粉啦。咱讲用发粉个人做鸡卵糕啦，做一寡芳。毋过你若用甜粿就毋免。因也是共款，这是两个国家因无共款的礼，甲有相像的所在。咱来看个第3章。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因为上帝的囝儿拢会当赢过世间，咱的信仰互咱赢过世间。赢过世间就讲世间的，就讲习惯啦，还是讲咱普通的禁忌啦，拢总该赢过咱来读了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0章19节耶稣讲我已经互恁有权，通打蛇甲野拉虫，佮赢过对敌拢总的亏力，决断无一人会害着恁。已经安尼应允咱，来最后迄节圣经，伫箴言10章2字，耶和华的赐福互人好业，也无掺幽闷入来恁。咱有时得到好处，拢讲我一定爱行什么愿。对。耶和华所赏赐的拢毋免，因为伊讲，互你好业，你拢毋免搁附带什么条件，就是要互你。耶和华的赐福就是安尼，所以人若伫无紧无气的时阵，因为你若有紧有气，意思就讲你惊足济代志。比如讲啦，讲咱较早。咱讲咱创世纪就已经有讲讲6日创造人以后，到第7日拢总爱休困。圣经有安尼讲，休困是要互人有一个休息。所做劳碌的人做劳力的人，伫第7日拢袂使做工这是一款真好的意思啦。毋过后来呢，煞变做安那讲。休困迄日、安休日，逐项代志拢袂使做，袂使做到什么程度？连耶稣学生嗲袂碎来食也袂使，讲安尼违反律法啦。耶稣医病人，安尼也袂使。袂使做代志。这着安尼着毋对，这是变成一款的禁忌。本地迄个意思是好的。所以所讲，伊是安休日的主就讲礼拜日还是讲安休日是为着人来设的，人毋是为着安休日来创造。耶稣就讲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毋是为着安休日来创造人是安休日是为着人甲有的，所以讲人是赢过即个日，所以所有的禁忌。人拢赢过所有的禁忌啦，你若有禁忌，都是无相信上帝。你个信心无够格，行即项行迄项，因为上帝已经应允讲，伊要赐互你好去，是毋免附带什么忧虑，你毋免担忧啦，毋免讲担啊烦恼。这是上帝赏赐咱的，所以咱伫过年的时阵，若要有福气，就信耶稣就好，干那安尼尔定。真正的若要食百里，毋免讲着搁收什么
进去，对无吼？你食饱是人做中心哦，你免惊迄人惊一人。所以我听讲以色列人因即阵吼，礼拜吼安歇日诶时吼，因诶电梯拢免试哦，因为你袂使做代志对无啊，所以袂使坐公车，来电梯嘛袂使试，所以因每一楼到礼拜时吼，拢会家己开，毋免试。安尼嘛是做好算。对本地好诶意思，变做即款诶建设吼。咱后面咱来看一段影片。哦，对，今仔日呢，佫有老师去遐看老师哦吼，两个本面基学啦，本基学诶所在。本基学，会是吼，阮迄个老师翕诶相片吼，做影片吼，安尼互观众朋友欣赏者吼。本基学为虾米叫做本基啊？本基学吼，咱即摆叫做奋起湖啦，奋起湖因为吼。本地迄个本基哦，个号名诶时阵，迄阵台湾人拢袂晓讲中国话，因为迄阵台湾诶国语抑阁是日本话，所以国语拢毋知。后来国语讲，本基甲迄个奋起共音，本基吼较歹听，讲奋起较好听，甲安尼概括。其实你若要讲国语，就讲奋起湖；你若要讲台语，就奋起，你就爱读说本基啦。本基学啦，所以台语人拢讲本基学，因为吼，伊迄个所在吼是安尼，是北边、东边、西边三面有迄个足悬的山围起来，伊中从啊落落，有够成一个本基啦吼，足成的啊，所以甲迄个叫做本基学。因为是深深，所以甲伊叫做湖。其实即个湖无水，毋是有水的湖，这是无水的湖，所以本基湖是一个无水的。深落去诶所在，所以讲，咱即摆台语拢讲本基哦，即摆相款哦，无人咧甲台语讲奋起湖啦，奋起湖，无人安尼讲，拢讲本基湖。本基湖，好，安尼咱先来看本基湖。迄阵看老师吼。旧年转去台湾诶时，去爬做啥物？大洞山对无？大洞山。大洞山，哎呀。大洞山。大洞山。关仔了有一个大洞山，无共音哦，国语拢共音。哦，即个是本地哦，树啊真大丛吼。因为即个所在真水，所以人拢家叫做天洞大洞。是，咱想迄个徛啥物恐龙对无？迄阵讲，咱咧坐真大诶树啊吼，真爽快吼。虽然逐个拢凉凉，但是袂感觉热，袂感觉寒嘛，袂热。这嘛是真大诶石头。四个人吼，都围袂起来，樟树啊！第三代哦，高墙大汉。第三代就无对吼，三代的树啊吼，咱嘛是三代吼，四个人三代，这是上悬的对无？1900上悬的位，1976公尺。是。真水。师母讲真水，无毋对，台湾真正是足水的所在。到下晡的时就有雾吼。练功哦，感觉这像迄个练功夫啦。伫迄只在此三种的迄种营生不知处诶，咱等下唱歌吼。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
真欢喜吼！伫山顶内面，感觉讲，上帝是带咱一步一步行即个路的吼。嗯，头前有啥物危险不要紧吼，咱做呀，大即个新春到人间吼，新春天要到啊，是春天搁到啊吼，嘛是咱的节目是啥物？泰国科目基金会吼，兼台南的台湾性教会林老师吼，做伙联合的主持的吼，嘛要祝福大家，这要安怎讲哈？台语敢有这？年年有余，开始有即种讲法吗？啊来，无安尼讲，无安尼讲吼，但是拢会食鱼啊，嘛毋是讲食鱼啊，鱼啊爱剩，我会记咱兜拢是鱼啊，一定爱剩过暝，啊来饭爱剩过暝，吼。逐项拢爱剩过暝就对啊。迄是表因示讲，为第二日吼，第二日正月初袂使做工课，袂使煮饭，是袂使讲诶，扫地。是，所以拢爱剩过暝，才毋免煮吼。毋过即个禁区是无路用诶啦吼。咱知是，影无禁无去食饱是，你毋免管遐济。无毋对吼，其实以前可能拢足济禁去吼，但是发现其实无禁无去吼，可以当食饱哩，就是来我靠上帝会是诶，毋免烦恼，安尼对无吼？真欢喜吼！今仔日祝福大家吼，新春初二吼，真欢喜会当同大家做伙来遮拜年，敢会当讲拜年哈？哦，拜年好，拜年。拜年吗？就是祝大家有满满的福气吼，是为上帝来哦，毋免惊吼，啊无紧无去，祝大家拢会当食饱哩，安尼。好，多谢老师，感谢师母，祝大家平安，恭喜恭平喜，安，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